乡有人将猫仔关伫一马人带入去海里，而且佮翕影片放伫网络，交通保法上济判2档，罚200万。台中大甲妈了境拜五起价开始9天8暝行程，中华警方设应变小组进行演练，避免发生抢救的冲突。为了结束以色列甲黎巴嫩的战争，双方政府代表33天来头一届伫华府面对面会谈，美国讲真有效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伫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呢，是甲2只猫仔囝关伫一马人，而且佮带入去海里。这影片呢，佮放伫网络顶头，是引起大家批评。即马警方是照这个影片找到这个查甫人，对方是有承认有来苦毒猫仔，照动保法上济是判2档，罚200万。甲2只猫仔关伫一马人直接等落去海底翕影片的查甫人讲这是禁地人。第4机甲这段影片放去网络，遂引起侪网友的愤慨。苦毒猫仔的查甫人无偌久就互敲底出来，是一名40通过4万的查甫人。平常时拢伫咧高雄临河的渔港掠鱼，附近民众拢讲这款行为实在真恶质。伊美云内底，伊等下伊嘛会搁走起来，袂当讲当伫内底人啦。你是敢讲甲赶走就好啊，唔好像安尼甲等在水底吼。对啦，迄恶质人。有点过分了。怎么说呢？哎，怎么说？虐待动物对啊，嘿啊。动保处会中警讲，14暗时来到渔港，找到当事人甲船仔，当时嘛伫船顶看到一只猫仔囝。嫌官讲，因为猫仔会走来船顶，乌白放屎尿，佮偷食鱼货，才会用安尼来驾驶因。不过路尾有游起来放伊走。动保处强调，目前当咧确认另外一只猫仔囝行踪，不只个早起掠到迄只，是毋是防苦毒的其中一只，佮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确认。动保处已经收集相关卷证，已请地检署侦办，并动保处于本日上午于案发地点诱捕到1只猫，至于是否为本案受虐猫只，将一并调查之后，已请检方参考。嫌犯的牌仔也停伫咧港边，15早起，动保处再次伫咧两边来放人仔蛇猫仔出现。动保处强调，嫌犯苦毒猫仔是事实，若真正有甲猫仔苦毒死，相当会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200万的罚金。记者郭家祖、用高雄仓报道。来关心国安问题，这是香港的一个男性呢，丁小虎，伫2018年开始就受到中国的指示，讲要来台湾参加这马祖文化交流，也毋过实际上煞是吸收咱国内的官兵，无论是做兵也是讲退伍，拢是甲因讨这军事机密，建立跨陆军，也阁有空军的间谍组织。这高检署是照国安法顶罪，甲7个人起诉，也毋过伫审理的时，这个丁小虎煞病死，其他6个被告是互人判4档6个月至8档6个月。检调是指出讲，这个丁小虎呢，除了是试探咱的军情以外，而且佫叫人若准开战，安尼就唔通徛出来，而且佫透过这乌市来中国1000多万的费用。毋过伫审理的时，丁小虎煞病死，高院全无受理判决，落尾其他6个是照这国安法，也佫有陆海空军的刑法甲判刑。另外，再来看这中天新闻的记者兼主播林新佑呢，今年初就是因为间谍案，互人甲起诉。检方追查发现，这三军甚至是海巡拢互渗透去，包括着航特指挥部，也有无人机营等等，拢是要求因翕这个军事机密的资料、导航的影片，安尼就会当甲中国来换钱。即马这检方是甲这提供人头考察的姓陈的嫌犯，也有9位官兵呢，是照这国安法甲泄密罪甲因起诉。今年1月，前中天新闻记者兼主播林清秋涉犯国安法受押禁见，延下到即马，检方扩大追查，发现咱陆海空三军甲海巡署拢属官兵，疑似互境外势力渗透，将9位涉案官兵甲一个姓陈查甫人以涉犯国安法顶罪起诉，这是国内第件符合国民法官庭审理的强谍案。检察官建请法院中当量刑。行贿任职于陆海空军及海巡署之被告，约定以提供军事机密换取报酬，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成员，借此收取对价。检方查出，境外势力为2004年9月开始，透过网络甲姓陈的查甫人直接提供免费海外旅游，诱骗姓陈查甫人提供口资，后小定期付3000块报酬，利用这账户来讹洗转钱。
收件人由无人机兄等情绪单位，其中陆军摄航中士谢林少校收钱上济，各官兵拢这部问题有人已经退伍。军营里面照个什么样的相，或者在军中所接触到的什么样的资讯，算机密，长期在和平状况之下，那所以这种警戒性才会造成说有些大兵哥或军人呢，觉得把某些照片交给对岸也没什么，有这种心态。学者认为，国军被利诱可能是军中对机密保护的警觉性上过低，要军事专家提醒，尤其国军新成立的单位，可能是重点目标。海马式多管火箭，还有像 M1A2T 这些新采购武器的单位，都要特别留意，因为这都是被重点来进行渗透的单位。军事专家指出，渗透手法分作利诱、涉诱，甲利用通报网络、人媒等3种。不管是不是正式，若拄到想要打探国军资讯的情形，拢要随时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华航有一架对澳洲墨尔本要飞来台北的这个班机，昨是传出这连接登机门的空桥的时呢，煞去开一个，结果舱门严重受到损害。这架 A350的飞行机呢，舱门已经明显变形啊，也已经关袂牢，倒来这连接的空桥也拢歪去。为着这飞行的安全，已经全面来检修。华航这方面是伫要起飞5点钟进前，赶紧来通知旅客取消这个航班，也赶紧来安排替换的班机。再来关心这宜兰是发生一桩这哥哥亚巴达讲小妹男朋友的案件，受攻击的这男性呢是出面指控，做给警方到场来处理的时是无用现行犯甲人抓起来，即期这警方是调工放水的。原来警察是回应讲，因为到场的时呢，这嫌犯人已经离开，受害者也无提告，所以才无用现行犯来甲处理。顶间的画面会当看到一个卖卤味的头家亚巴达伫咧厝的门口埕一直呛声，另外一个查甫人出来了后，亚巴达头家就约过去，起哄讲的 A 先生15出面控诉。主要在这边是说，为什么警察没有依现行犯去逮捕当事者？这个是不是在执法上有疏失？把验伤单摕出来 ，A 先生表示，对方无分是非，就起脚动手，亚巴达牵伊的头壳有足侪裂伤。朋友报案了后，警方到场，却无以现行犯把这个头家抓起来。都有拿球棒攻击我，但是我没有提告。双方发生冲突，疑似是感情纠纷，警方把闭落去的画面点出来，显示到场了后，受害查甫人表示我无要提告，而且刚讲的这个头家嘛已经离开，所以无以现行犯来处理。警方到场时已无打架情势，当场询问受伤民众，表示不愿意提出告诉。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伫咧实施中，也是实施了后，即时发觉的人就是现行犯。法规无强硬规定一定爱逮捕，警方有裁量权。警方嘛指出，这个案件员警伫咧依照现场的状况研判，先协助受伤的人送病院。双方目前拢无提出告诉。伫咧告诉的期间内，双方要是当去附近的派出所提出告诉，会依照规定秉公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这3月小妈祖即马除了这白沙屯马进香是闹热滚滚以外，刷了这台中大甲马料景嘛要伫拜5来起价，开始9天8暝行程。彰化县的警察局呢是设这机动应变小组进行安全维护勤务演练，避免发生抢救的冲突。乱叫要到路，2边民众互相抢声，警察随个人隔开。有刀！既然有人不满，夜刀啊攻击，嘛随互警察压制。今年大甲马料警进香要伫17出发，按算18主驾中华南药宫。彰化县警察局为着维护料警人定的特殊，特别成立机动应变队进行演练。教官跟特任都非常的专业，大家都有各项技术，柔道啊、跆拳道跟体技的技术，所以应该是可以避免各项的突发状况。但年大甲马料警进香若到彰化，拢会去引侪信徒甲民众。过去伫彰化民生地下道，搁捌发生过抢救冲突。警方4年前开始成立机动应变队，今年应变队由40位教官、助教甲特殊警力组成，要伫民生地下道甲热门的接驾地点安排维安人力护救。应变队最主要是负责銮教的一个安全以及冲突事件的发生因为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喝酒那个酒醉滋事或甚至有团体之间的冲突暴力我们都希望能够以优势的警力能够来及时化解。
中华关警察局表示，因为这几档大甲马绕境进香毋捌阁发生过冲突事件，今年警察人力会比去年减1成左右，出动2305人次的警力。警方嘛提醒民众，绕境期间要遵守相关规定，配合现场指挥，共同维护活动的安全甲顺序。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来看昨在新北市的冠民大道3段，这路面竟然碰起来有2米长、2米宽，加在是无人受伤。这工务局、台电也有驾驶公司等人呢是到场处理。台电这方面是认为讲，这是涂骹底的高压电缆，或者白下架歹去，唔才会崩溃。这件事故也个影响4700多户乡乡失电。路顶规个烟砰砰，佮传来真大声爆炸的声。本地淡马街的路面不已经崩起破起，淡马街第4架背后住户就生惊。听到声音真的很大声，我真的以为是车祸，想说撞得蛮大力的。第一个状况会想说，是不是路底下的一些管线是不是有气爆的可能？车路是规个崩起，风台起来，水沟挂即嘛嘛拢看现。事故影响的范围差不多长跨各2公尺，现场紧急救封锁线，警消嘛小连续到场处理管制交通，好加再无造成伤亡。我们现在是确定是台电的人孔盖的这个位置产生爆裂，那我们也有了解到，这个人孔盖的下面这个地方目前是台电的11000跟22000的高压电缆。当来到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新北市的冠民大道3段边仔，就是花翠桥，14中到12点外，乡乡内发生爆炸。对台电驾驶公司和工务局这单位拢派人到场，因为事故的路段地下并无天然气的管线，初步排除是驾驶漏涉。经过勘查，研判是台电的地下高压电缆各种造成。初步判断是遗憾，我有找到那个白蚁窝，就是白蚁咬坏了以后，就会线路会短路。那线路短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个电流的流动，可是因为我的人孔架埋在柏油底下了，它要有气流，要有个出口，所以才会把地面弄隆起来。电缆破损出现破坑，台电初步研判，白遐个电缆架破都是爆炸的主因。不过，这个事故总是造成中永和4700多户的客家失电。到今下班时间，交通规个拍结，相关单位是先初步抢修墩土，予伊恢复通行。接落来，再个找时间，甲电缆规个完成检修。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本社分化路伫修理了后重新启用，也毋过这第1号路呢，所直直拢传出真大的声音，而且这空气污染数据也有增加，引起在地质疑。环保局是回应讲，即届呢这路况是全面换新，目前犹阁咧测试，也若监测的这数字呢是犹阁伫会当控制的范围，过程当中会继续监控。台东县本社分化路修理了后，重新启用，煞引起居民的疑虑。第1号路伫13完工了后，14重开，毋过煞传出真大的声音，甚至1公里外都听会清。真侪民众讲，甲应过状况明显无同，日常生活拢受到影响。以往把门窗关起来的话，声音就没有这么大，但今天把门窗关起来，声音会有一点大声。这2天跟今天，眼睛都会，如果走出去一下子的话，眼睛会痒，就蛮明显的。毋但是噪音的问题，民众也反映空气品质异常。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一氧化碳浓度捌超过标准1倍，一直到14下晡才慢慢下降。互外界质疑这修理敢是有空气污染的记录。台东县环保局解释，讲即届工程规模有较大，包括空气污染防治设备，也有相关管线拢全部换新。重新启动了后，需要进行测试甲调整，所以过程会较久。这一次的岁修期间，我们在这个污染防治设备里面，还有这些炉管啊，都做了全面的更换跟更新。那也做了很多的让空气可以更好的这些污染防治设施更新。环保局强调，空气污染的数据会加悬，主要是分化炉启用的过程所致，也是伫个会当控制的范围以内。因为异常的噪音也已经派人去监测，而且要求施工的厂商就要赶紧改善。也毋过修理了后重新启用，就出现噪音甲空气污染的记录。3月嘛捌呛乌烟甲走出怪味，互住伫个当地的居民袂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南寮渔港的德丰渔市呢，今年初才完工，即马才拄开放2个月尔，就传出定跳电的情形，或者做生意的头壳是安尼冒咧烧。尤其一寡海产呢是正需要冷冻，安尼跳电落去，恐惊这损失是会真大的。也那直销中心是来解说讲，主要就是因为有一寡头家呢接唔到电，毋才会出现即款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啊。
活跳跳的虾啊，要上青的鱼，这海产拢需要用电来保持鲜度。新竹南寮渔港的德丰鱼市，即卖所有摊商反映讲，因为定定跳电也是停电，那造成做生意无方便，嘛惊海产会歹去。突然电不够，然后就跳掉了，对吧？后来一下好像有弄好。有听说好像是那时候做的时候，餐厅那边的电没有算在里面啊。所以两边一起开就跳掉了，严重影响到摊商生计，那更是让新竹渔会相当无奈，要求市政府应该尽速的跟台电协商，安排施工的期程，赶快来解决这个提供稳定供电。几年前才拄启用的德丰鱼市，即卖因为跳电的关系，造成摊商甲民众的无方便。直销中心主任解说讲，主要是因为鱼市拄开幕，有摊商无设立接唔到电，目前已经排除状况。有一些业者去误接到消额设备，变成超估量，超量超过，所以造成那就跳电。那台电也是很积极，马上帮我们处理。现在目前测试了3-4天，电压都很急。议员指出，摊商真无简单，鱼市开业，嘛真欢喜，总算会当做生意。现场大部分的海产拢是需要冷冻，佮加上假日游客多，用电大，呼吁市府一定要注重用电的问题。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关心食安议题，这是桃园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上野烘肉店。有民众是反映食因兜的便当了后呢，开始吐果流，赶紧去看医生。桃园市卫生局是表示讲，目前接到通报，已经有61个人已经出现可能是食物中毒的现象，有派人去现场稽查，要先下令这业者暂停营业。铁门拖落来暂停营业，内里真出名的便当店上野烘肉饭，传出哪像食品中毒。我定定来吃饭的民众感觉意外，蛮惊讶的，对啊，我是第一次听到，因为他这连锁的，以为应该品质蛮稳定的吧。民测社群内力大小事，13小时有民友反映讲，吃上野烘肉饭的便当身体无爽快。卫生局讲，到10时下晡4点半，通报症状的有61个人，大概是13中昼到暗顿的时阵吃便当了后。有吐甲流、腹肚痛的症状，目前已经依法命令业者暂停营业，嘛启动食品中毒调查机制，派人去现场稽查。已针对该店的食品制备流程、作业环境卫生、人员卫生管理以及食材的保存情形进行全面性的查核，并同步抽验高风险食材与抽验环境检体送验。上野烘肉饭内地店发声明核实咧，讲会配合调查，甲全面暂停营运。初步怀疑可能是和13个马铃薯沙拉有关系，最后是以官方检验为准。卫生局讲，上近3礼拜到5礼拜会完成检验。另外，青绿食堂哪像食品中毒案，照新北市卫生局的统计，通报累计173人，饭店的时间集中伫初4、初52天。目前有11个人住院，春日就医了后转去休养。青绿堂3间分店依然继续暂停营运。检验的结果是，公所店的腿骨便当、甲烧肉便当、中兴店的煎鸡腿便当、甲腿骨便当等4件食品检体，拢验出沙门氏杆菌，另外并无验出环境检体。疾管署讲，青绿食堂甲高雄正义市场论饼档最近2个重要的绕道群聚案件，拢是为着沙门氏杆菌。沙门氏菌呢？它的一个潜伏期比较短，大概只有6个小时到48个小时。那它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腹泻、腹痛，还有发烧。沙门氏杆菌一般存在伫两制品，毋过牛奶肉品甲相关产品，甲相关产品加剂嘛可能有沙门氏杆菌。疾管署讲，最近天气是热佮湿，细菌生诞是真紧，较会造成肠胃道感染疾病。要更加注意双手甲饮食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这天气已经愈来愈烧热，是不是高变质？这疾病传染的风险呢，嘛对咧增加。疾管署是来公布顶礼拜上新的疫情，这台湾6类病毒急诊的人数是平均1礼拜佫增加11万个。若是安尼，就连境外移入的这个病毒，亲像是毛啊等等，也拢有出现病例。
清明连假期间，高雄发生论饼食物中毒案，新北药便当店发生食安问题，民众食煞拢总170人左右歹腹肚。即马天气愈来愈热，食物高变质，食安风险也愈来愈悬。根据疾管署统计，顶礼拜台湾走北疫情明显增加，走北去门诊予医生看的人数达到12万人次，比前一礼拜加出11万人次。检验病毒以诺罗病毒为主。诺罗病毒感染的一个个案呢，他如果在呕吐的一个过程当中，或是在有一些腹泻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排出大量的一个诺罗病毒的一个颗粒。那这个颗粒可能是用几亿甚至几十亿来算。另外，疾管署也公布国内增加一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定病例，是一名60多岁外国女性，4月初1入境，4月初3开始出现腹肚痛、想要吐的症头，目前病情稳定。卫生单位也已经扣列21名的接触者。医生指出，这个病是非洲的流行病，目前越南、日本和英国都有群聚的感染，甚至更有死亡的案例。那如果是造成脑膜炎的话，这个致死率可能会有大概5%到15%。就是其实台湾并不是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高风险的区域。那在其他各国最主要是在这个非洲中部的牛脑袋这个地方的盛行率是比较高的。另外，台湾嘛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膜仔病例，感染者捌去过越南，目前扣列384个接触者。疾管署提起最近日本膜仔疫情升温，到4月初1累计197例，是去年同期的3倍以上。印尼今年累计15000例。疾管署也提起最近有去这2个国家的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这台南麻豆的油碗呢，去年是因为风台地区这树根受到损害，后来佫连续半冬拢无落雨，即阵啊这火是开无到2成。农民是估计讲今年这产量恐惊是会大减，因那农会是表示讲到时就会启动计划，把这油碗摕来做加工。另外，农粮署呢是讲因会观察1个月的时间，按算5月中旬提出救助方案，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农民提家刀当咧收油仔粽的打机，本只树粽应该开始要有真侪颗粒，到打煞空，因为立春过后，油仔果是差不多甲苹果边大，不过这阵果横生果的比率，敢若剩1-2成尔。台南麻豆油仔果面临减产的危机，主要是去年受到丹那西风台地区树根拢害去，加上最近半年来雨水搁少，就安尼是油仔树今年开花状况实在真歹，油仔农怨叹这2档的心血恐惊拢乌有去。话咧看话，规场拢无开的啊，是足严重啊！即嘛是还阁无当去确定啊！你讲要等到2次生理落果了，咱才有当去确定讲啊，今年的迄个结果量啊。台风过后有没有全部的落叶？全部都落叶了，所以他们左果母子全部都没有了。预估如果损害的差不多剩下1-2成啊。面对大部分的树粽无开花，民代嘛赶起产地关心，要求中央速地行政作业，经启动救助。那农粮署参农改场14嘛到场，讲会赶紧召开专家小组会议，针对气候造成的天然灾害进行评估，就要搁1个月的追踪观察，上近5月中会提出具体的救助方案。农粮署会在5月中旬生理落果期结束以后，再一次到现场去联合会勘，确认灾损的一个状况，那再依照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伊这边的树丛蛮容易较弱小化，所以有可能有较无水啊，或者是风大，话伊叶啊甚至来了，伊这边的很较独立。较无像迄边拢竞做伙。除了减产问题，油仔到时的卖相嘛，互农民真烦恼。农民讲，即个条果率较少，这油仔粽的营养若伤集中，留落来果粒就会生较大粒，无符合市场大家较爱细粒老粽的惯势。为着稳定农民的收益，农会即阵嘛开始规划收买计划，因按算会甲大粒的摕来做加工利用。面对气候无稳定的挑战，地方甲中央当咧全力备战，降低产业冲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今年第4号风台新落曲，这是咱气象署自从1991年采用新制以来上界强的4月的风台，加在是无直接影响到台湾。也毋过这条风台呢，煞伫咧关岛即搭这透风落雨、做水灾，甚至佫失电。今年地面上强的风台新落曲，就是以超级风台的强度扫过关岛甲北马里亚纳群岛，即搭的度假园区塞班岛上界严重。新落曲带来大风雨，引起严重的积水。Right now we're hit with the super typhoon
considered the largest typhoon I ever experienced it. And right now, we'r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hitting us hard. 有17万居民的关岛，暂时进入一级警戒的状态，出现停电甲淹水的状况。2023年5月，马瓦风台也对关岛造成严重的灾情。北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塞班岛、天灵岛等等14座岛屿，拢有美军重要基地，居民差不多是5万个。14开放学校，提供民众甲数百个游客避难。因为新洛克结构真十尖，风台北真明显。美国总统 Trump 11已经紧急批准灾难声明，协助防灾甲救灾。 This is strong. I would say super. I've been through a lot of typhoon, during my career time in the law enforcement, but this is, one of a kind for me to experience. 新洛克是1991年气象署用10分钟平均的风速评定风台强度以来上强的4月的风台。历史上以新洛克号名的风台拢总有5个，其中对台湾造成大灾情的是2008年9月的迄粒。这届4月的新洛克风台，预计15个会对西太平洋往东北架去，对台湾未造成直接的影响。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 目前在美国是咧打击非法移民，也毋过西班牙呢是来通过一个外籍人士特别合法化的这个计划，要互境内50万的非法的移民摕到合法的身份。官方是认为讲，这项措施是有通增加西班牙劳动人力，逐当呢卖当增加几60亿欧元的税收。伫咧当地待5个月以上的这个移民呢，4月16开始就会当伫线顶申请。 伫西班牙的巴塞隆纳，14规街仔头是安尼闹热滚滚，因为大批的移民上街仔头欢喜庆祝西班牙的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互外籍人士合法的特别计划，互因总算是有机会会当有合法的居留身份咯。It's more opportunity in immigrant. So thank you, Pedro Sanchez. Thank you, Spain. That this government give me us this, we are so happy. Our without paper people. So happy now. 这是西班牙20多年来头一摆推动大规模移民合法化的政策。头起先是70位公民人士提案，得到包括天主教会在内上百个民间团体支持。若总理桑切斯为着避免国会阻挡，用封家法令的形式直接通过。法令伫15开公布了后，就会正式生效。差不多50万的移民的受惠，若得到合法身份的移民都要纳税，嘛会使享受权益。 Y que para mí es uno de los grandes hitos de esta legislatura. Se trata de la aprobación definitiva del Real Decreto para que va a dar comienzo a un proceso de regularización extraordinaria para miles de personas migrantes que ya residen en nuestro país. 虽然保守派也有极右派反对党批评这个计划，定位是咧鼓励更较侪非法的移民入来西班牙，也毋过政治路线较温和的左派总理桑切斯认为安尼是会使改善西班牙欠人力的问题，以持经济竞争力，嘛保障社会的福利制度。估计这替国库增加差不多30亿欧元的税收。政府嘛公布详细的申请条件，规定移民必须要伫2026年1月7日进前到西班牙，待满5个月，无犯罪记录。 若符合资格的人，会使自10日开始伫咧线顶申请，20开始开放现场注文，申请的时间到6月30。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咱内政部消防署是伫咧屏东来举办台德搜救犬共同训练，今年是邀请到世界正出名的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有10位专业的教官是来到台湾，展开5天的训练甲认证。针对着未来，若准拄着这爬山，也是讲适地的时大失踪器，安尼有通好提悬救难犬的救援能力。 锁仔偷开，手势一比落，搜救犬随队协会冲去，开始用狗仔片执行超找任务。一打久仔，就找到户底伫建物内底的人，顺利协助救难人员。这是屏东消防特殊大队举办的台德搜救犬训练活动，邀请到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10位教官，8月开始连续5天，针对台湾救难犬不足的部分加强训练，互相交流。那这次的训练呢，分成2组包括瓦砾搜索以及我们的陆军。 搜寻，以往的话，我们在陆军搜寻的搜救犬的部分呢，琢磨比较少一点。那透过这一次的训练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在这一个部分
的一个搜救的能力。屏东县消防局表示，德国救难犬协会伫路径追踪、甲协会超找这2项有透明的实践和训练经验。这摆合作的重点放伫狗仔的追踪行为辨识和目标气味追踪的技术。屏东特殊大队因为对路径超找较弱，所以特别提升狗仔追踪路径的能力。未来若拄着像失地，也是爬山有人失踪的时阵，增加找到人的机会。I think that the Taiwan dog handlers are very good dog handlers and are very experienced. And I think it's an exchange of knowledge. We take some experience from this dog handlers who have a lot of real missions in a very difficult area. We take them back to Germany. 今年活动除了屏东县消防局、消防署和各县市消防单位，拢有派人参加，合适训练搜救犬的美格。活动结束了，还有安排严格路径追踪、认证考试，要用国际标准看待台湾搜救犬的训练成效。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这听不用药的新制，这几日也是引起真大的争议。立法院是邀请农业部甲卫福部来报告，结果防检署长杜丽华伊是亲身来证实这相关的办法会注销，而且这2天就会公告啊。或者调野立委是安尼大批评，讲决策的过程实在太过凊彩。打破黑箱。本来设定今年7月要开始实施的天物用药新制度，引起动物团体加主人担心配套不够，可能会造成母囡仔医疗受影响。顶礼拜5引起农业部防检署抗议，尾仔防检署决定暂缓实施。无想到讲，防检署长杜丽华15日立法院证实，这项办法直接注销，和调野立委批评伤老草。里面你们是压暂缓多久？这个现在是逐一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讨论。那现在有一个更新的版本，就是这个的办法直接用注销。哪有一个行政机关、主责机关定的办法，经过2年的洗礼、2年的讨论、2年的多方的这样的接触，最终要把它废掉。防检署讲，2024年2月2日发布的《人用药品用伫咧鸟狗加非经济动物的使用管理办法》，和兽医师伫一定条件之下合法使用人用药品，并且建立药品的流向管理机制。不过最近接到外界意见，伫实务上伫咧急诊、半眠或者是偏向，需要使用医用气体抑个注射器等特定药品，也无法度摕到药化，延误动物的救治，所以决定要注销这项办法。不过另外一民众党团批评，防检署2年缓冲期间无积极辅导药商完成登录，算失职。这个新制呢，被断头的这么的冲突，一定是它其中的规定呢，非常的不完善。漠视了兽医的用药权，漠视了毛小孩的健康权，在所有的配套措施没有到位，沟通没有充分前，绝对不会冲出上路。防检署强调，为了要解决动物保护药品登录无够的问题，将核准登录制改设广告制，由农业部主动公告兽医会当使用的人类药品清单701项，免除各县申请的停输。另外也增加药房检准备药机制，和兽医师诊疗时阵会当即时使用。以后会重新拟定新的管理办法，目前是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北区的中央公有市场呢，目前是当咧拆除改建，也毋过在工地所出现大量的粪扫，甚至是蹲甲那山咧。地方市批评讲，这个工程呢，管理是安尼放外，已经严重影响到环境卫生。怪手将火车顶管的粪扫开落来，铁片围篱内底已经蹲一座粪扫山。台中市北区中央公有市场，去年7月启动拆除改建的工程。结果最近在地民众发现，工地已经变作是大型的粪扫场，严重影响环境的卫生。苍蝇、蚊子味道，好，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我们出入的时候就会闻到的那个很严重的味道。实际倒来到工地，会当看到5岁10个人家粪扫。时间包商讲，粪扫是原本市场单位清扫了后留落来的生活废弃物，气候民众投诉了后，敢若会当甲粪扫刷去工地另外一边的空地啊，设法离主体较远咧。要甲这抓过一边面头前面遮，要甲全部搬起来，到尾用面遮甲扛起来安尼，就要离家里头是无安尼。民代批评讲，中央市场拆除工程真乱。去年10月8发生施工的阿西巴倒去的意外，即马佫出现废弃物500吨的问题，市府公共工程的工地管理有敢若无咧？
台中市政府立即全面清查废弃物来源以及合法性，不能让重大建设沦为环境跟安全的隐患。因为清运业者目前刚好遇到我们那个焚化炉这边的税修，所以目前是暂时还要再等通知才能外运出去啊。这一块我们目前也会再跟相关单位再来联系，看能不能加速的外运。台中市经发局表示，目前合作的清运业者反映，拄啊撞到焚化炉咧大征收，暂时无法度处理，会配合拆除市场的进度，把粪扫对前段、工地刷去后段，要求伫5月底进前完成清理。记者综合报道。性别平等教育法立法已经22档，也经过6届的修正，也毋过所有教育团体是指出讲，即卖呢这校园性平案件是无分轻重，只要老师互人投诉，安尼就随进入性平会。今仔日立法院是来举办公听会，来讨论这校园性平事件的处理。伫网络顶悬有大文讲，互老师及一个学生地甲老师过去性平会，引起真侪讨论。性别平等教育法立法已经22年，经过6届的修正。毋过伫教育现场的老师指出，即卖校园性平案件无分轻重，只要老师互人投诉，就会进入性平会，造成校园对立。立法院教务委员会拜三召开修法公听会，招专家来讨论。有一些学生，他们直接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发表说，他们是如何把讨厌的导师赶走的，其中就是包含就是用性平案或是校事会议把他们赶走。那我们的诉求当然就是，制度要分流啦，就是我们的调查制度，重案还是要严惩没有错，但是轻案应该要进行一个分流。不过，有团体认为有投诉的机制是好的，会当确保学生的安全，嘛要求教育部爱严格审查。性平会和教评委员会拢是校内的同事，惊有人情压力、有暗砍的行为。性平会他会做出建议这样，但是他调查建议以后，之后谁去负责解聘？是性平会或教评会负责解聘，但性平会跟教评会的成员大部分都还是校内的成员这样。但是至于要不要解聘的时候，他的权利可能还是会回到就是同事们组成的委员会之中。另外，也有同志协会反映讲，目前也是有2/3的学生，捌听过老师对同志也是多元性别讲出无友善的言论，这也显示老师的性平意识需要加强，要求教育部应该爱伫师培的阶段，甲性平课加入必须的课程。记者台专林秀凯台北报道。立法院已经3读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这法案是增加这托育人员违规记点的制度，也规定这机构就要装监视器，录影上无是要保存30天，而且也要传去到云端。若准这托育人员有牵涉到这虐待，也是性骚扰等等，安尼上济是会罚到60万，公布名声。大声发油热力无吞吞，要求严厉处罚加害者。民间团体去年5月伫凯道集会声援开案，为着防止热力事件发生，立法院14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托育不只是个别家庭的照顾安排，而是国家也应该要主动规划、持续投入的公共制度。法案若整合2个以下幼儿托育甲照顾体的，佮增加居家托育人员违规记点制度，提高处罚的强度。民庭托育的相关人员，若是对幼儿口毒，也是有重大性骚扰等，相关会当处罚大票60万，并且公布行为人的名姓甲机关的名称，嘛规定托育机构要安装监视录影设备，至少保管30天，把影像传到云端，保存证据。让劣质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在阴影下再躲藏下去。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财阀记录、重大的意外、不当对待的姓名，都必须主动、及时的公布。推广这个监视画面上云端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正式厘清、说明某些民团的一些疑虑，包括治安的问题，包括隐私的问题。若是托育机构无照规定保存影音资料，会当处罚万。若是处罚3届无改善，也是情事重大，会当停招停办，甚至废止设立许可。另外，外界关心的保存影像调阅资格、调阅停事、隐私保护这个细节，会搁订定主法来规定。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是有病人自主法，也阁有安宁医疗的制度，也毋过民间团体甲医师是强调讲，这医疗呢是有通好延续人的性命。毋过有当时对患者来讲，颠倒是一种拖磨。立法院是来开公听会，招专家甲学者做伙来讨论。也若法务部甲卫福部呢是回应讲，应该着爱先有社会共识，才来推动安乐死。
为着要让人伫临终的时维持人的尊严，安乐死的议题已经讨论真侪年。拜二立法院有召开公听会，有民团表示，医疗虽然通延续人的性命，有当时对于患者来讲是甲病痛折磨延续到死亡尔。嘛有医生认为，决定安怎死亡是人的基本权利，政府应当爱去讨论制度安怎设计，避免安乐死去互滥散使用。无论是病人自主法，还是讲安宁缓和条例，基本上伊都无法度去解决讲所有的临终痛苦的问题，因为足侪痛，是无法度用吗啡去控制。评估说病人是否真的需要，那是否真的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判断，以及呢，在这个过程中，医师是否能够被保护。好，那伦理上要怎么样去执行？好，那达到我们这个法治化最高的一个效益。针对民间团体甲医生的诉求，法务部是回应讲，安乐死伫咧宪法、医疗、宗教甲伦理拢也真有争议，应当爱有社会共识，才来推动合法安乐死。因为卫福部是讲，会就目前安宁医疗甲病主法继续来拍拼，使他人得以实现自杀意图，或受本人的请求而予以杀害。或得被害人同意而杀害，都是会该当刑法275条的加工自杀罪。安乐死的合法化，这个涉及生命法益及人性尊严的权衡哦。那这个制度设计必须要奠基于社会的高度共识。的安宁共照，慢慢的移到了居家安宁。那我们自己身边的很多人都有使用到这样的服务。他对这个所谓的积极安乐死或是协助加工自杀，还有很多讨论底下，我们先就目前我们正在推动的事情，我们会更加努力来做。目前法务部甲卫福部对安乐死议题的态度有关是较保守，民间团体甲医生拢建议政府应当参考有在实行安乐死的先进国家做法，积极考虑安乐死的制度设计，维护患者临终的尊严。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咱国军已经展开汉光42号演习，因啊民间呢也来举办精细的推演。这个推演针对着台湾面对中国普色地带侵略、复合式的这个威胁，前 AIT 的处长是认为讲，台湾目前呢是要被准备好势，民主国家应该就要扩大支持台湾的力头。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台海还有印太地区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国军当日投入汉光42号演习兵棋推演，不过枪对枪，同这个时间有民间的兵棋推演，二攻一略，正经军心，精细推演15起果。甲过去兵棋推演大多数拢是针对军事冲突，这摆针对台湾面临军事、政治、经济、心理战压力的复合性威胁，邀请国内国外学者斗阵讨论对策。前 AIT 处长苏道文嘛指出，用陆战争、美冲突来做对照，经过咱台湾的准备还无够。I think Taiwan needs to do more to be prepared for what may come. I think its allies and friends, which I would include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South Korea, other democracies need to join in. We will be focusing on geopolitical challenge, which are mainly not just from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hen the war started, the first challenge for Taiwan is energy shortage. 苏道文呼吁民主国家表达对台湾更较侪支持，而且兵棋推演除了想象中共对台湾采取结合政治、军事、经济手段的普色协约，嘛纳入中东战事，引发能源欠缺挑战。台湾面临能源危机，学者嘛指出，兵棋推演的重点是伫咧中共盲目手段应对，爱加强规个台湾的社会防卫韧性。电厂啦，对于这个储油设施啊，对于海运交通啦。对于民用航空这些影响啊，这些都是韧性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兵棋推演很可能会比较偏重在灰区应对。Secure a chance for ourselves. Key solution: education. More important. Training, doctrine, logistics, JCOP, C5SRT, resilient society. 要提升台湾的战略自主，前海军上将立委陈永康认为，台湾要建构地理资讯系统，而且强化态势感知能力。老虎国嘛强调，兵棋推演的核心精神，不是应对危机，是预防危机。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以色列甲黎巴嫩的政府代表呢，是33天来头一届伫美国华府面对面会谈，这双方是同意展开谈判。也那黎巴嫩伊也愿意讲要甲这真主党伫咧当地影响力甲下互落去。美国国务卿鲁比欧表示讲，这是稳定中东局势历史性的机会。以色列军方的悍马车，还有装甲车，冲位北边的边界。另外一边，黎巴嫩南部嘛庆白烟，显示真主党的战火犹阁伫咧继续当中。同这个时间，美国华府国务卿鲁比欧率领团队去咧协调，促成以色列还有黎巴嫩双方政府代表直接面对面谈判。以色列会后表示，黎巴嫩同意甲真主党在地影响力减弱，也那双方嘛针对要甲战事结束展开谈判。鲁比欧表示，这是稳定中东局势历史性的好机会。不过，有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以色列将来就唔相信黎巴嫩政府有能力甲真主党解脱，所以自头至尾拢主张爱靠家己伫咧战场战出家己想要爱结果。Apparently, the Israelis accepted these talks only under very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o don't want the ongoing Israeli military operations in Lebanon to derail the diplomatic process with Iran. 自从1982年黎巴嫩内战以来，真主党就伫咧伊朗的赞助成立，伫咧黎巴嫩到今已经有超过40天啊！伫咧黎巴嫩的政治甲军事结构当中有真大力量。伫咧即摆美国联合以色列拍伊朗的冲突当中，真主党嘛加入战局。美国希望会当即摆军事的谈判，强迫伊朗接受和平会谈。不过以色列甲真主党交战，嘛互黎巴嫩斗阵调剂，互美国面对现实比想象的更加复杂。Because they see that they're failing on the Iranian side. So clearly Donald Trump pressured Benjamin Netanyahu very strongly into accepting these talks. 另外一方面，嘛是北约组织成员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嘛宣布，原本甲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协议5天换新一摆，即马先暂停。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嘛指出，意大利是以色列第3大武器的进口来源。即摆为着中东局势问题，双方的大使嘛见面表达抗议。迄是欧洲国家即马甲以色列的外交是真紧张。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再来看这中东战争呢，已经引起能源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来警告讲，若准这能源的供应复测长去，直直到2027年，这经济成长率恐惊是会降到2%尔。也那亚洲呢，是因为有 AI 这相机的带动，台股今仔日也是有起，盘中是冲过37064点，也那台积电也来到2100块，又搁创新的纪录。中东战争致使国际经济不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上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嘛警告，若是冲突继续，而且油价伫2027年进前保持一桶伫100块美金以上，全球的经济恐惊就无遮尔乐观咯。Downside risks are clearly very elevated. Now, the impact of the war will be uneven. Low-income energy importers are highly exposed, especially those with pre-existing vulnerabilities and limited buffers. But the damage is most severe for countries in the Gulf. IMF 假设3种情况，若假使讲这个冲突的时间短，全球的经济成长率会降到3.1%，整体通膨率会升悬到4.4%。若假使讲冲突继续落去，愈来愈食力，这个能源的价格就会起。若通货膨胀嘛会变严重，金融的市场嘛会缩限，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5%，通货膨胀率升悬到5.4%。假使能源长暂一直到2027年，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通膨率超过6%，嘛预测中东国家也个欧洲经济成长率会大上济，不过相对来讲，亚洲真济国家拢是向顶悬行的，那台湾是依次顶届预测的5.2%。拜 AI 热潮所赐，包含了台湾，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居高不下，所以虽然有一些油价的负面冲击，但是 AI 带给我们的正面效应更强，还是看好的。因为我们台军在1月的时候预估本来就比较偏低一点，我们那时候预估4%，我们没有想到后面的外销出口表现这么好。行政院主计总处伫2月13预估台湾2026的经济成长率会达到7.71%。若中东战火伫咧2月2日开战，学者讲台湾政府透过油电动气暂时甲物价减调咧，
若台湾的出口嘛表现了真水气，所以认为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要加悬嘛是阁有空间啦。这基本面嘛反映伫台股的表现顶悬，15台报盘中阁创新悬，冲破37000点的大关，上悬来到37064点，起768点。台积电买的人嘛真济，盘中起到2100块，这股价继续创新悬，市场嘛真乐观。因为中东战事也未完，所以热钱嘛拢3钱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刷了咱个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微弱方面通过，马祖一寡所在的落底站离公雨，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甲金门的落底站准雨，新竹、苗栗甲东部、东南部地区嘛会落底站准雨，其他所在含平湖是侪云到好天。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